Hello， 歡迎收睇彩虹貓貓。今集我哋去咗消防及救護中心暨博物館參觀，先喺門口同呢架古董消防車影相。博物館樓高4層，地面呢層介紹咗消防處嘅歷史。呢度仲停放咗幾架退休嘅消防車同救護車俾大家參觀。呢架叫做大樓梯 F36， 佢配備咗5至6層樓高嘅手動救生梯，呢個都係拖拉式泵車。呢架救護車好細架啊，係鄉村救護車嚟嘅。呢架救護車可以同時載2個病人㗎。呢度有個小劇場，可惜參觀嗰日維修，冇得睇咯。有消防小知識啊！呢個消防處現有嘅徽章，呢個設計點解會咁樣嘅設計啊？原來膠碟嘅斧頭代表勇氣，火炬代表團結，而火警級別分為1至5級。呢度有現役消防車嘅相。文體最高個星戰係當選為56位。睇下有個消防員啊！我哋準備上2樓。呢度介紹咗唔同嘅滅火輪，即係消防船。噴火表演㗎，係噴水表演先啊！有消防船模型。2樓嘅互動展館冇開放。到咗3樓，呢度介紹咗滅火救援裝備，呢度有唔同年代嘅消防員裝備介紹。以前嘅裝備好簡陋啊，而家已經升級咗好多啦。呢度門好似消防局嘅閘門啊，打卡先。呢度有消防員工作影片介紹，哥哥喺度睇咗好耐。又到咗消防小知識時間，呼吸器可以供氣幾耐呢？ A 35分鐘， B 43分鐘， C 55分鐘， D 1個鐘。答案係 B 43分鐘。最後嚟到4樓，呢度介紹救護服務。聽講呢度有機會可以睇到消防員演習㗎。呢度介紹咗救護車嘅設備。2018年使用嘅救護設備就係呢啦。認識下唔同嘅救護車啦。一架救護車一般可以載幾多個病人？3個啊？消防處推出嘅流動應用程式入邊有3個活潑可愛嘅卡通人物，代表咗消防處3大工作範疇。你識唔識佢哋啊？好奇，睇佢哋叫咩名先？叫安安樂樂康康。係安安樂樂康康。呢度參觀時間每節個半鐘，如果想參觀就要網上預約。我哋大概2星期前預約，平日參觀，假日嚟就要早啲預約啦。走嘅時候仲有貼紙做紀念品啊！今集分享到呢度，歡迎讚好同訂閱我，拜拜，下次見。